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1日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，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敬拜。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不害怕与不惧怕，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。上帝要为我们将大山挪开，要我们所遇到的许多的困难，上帝都要与我们一起来同担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你一直牵着我。知道你一直都在，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。在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在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大声的宣告，主，你一直都在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面前。主啊，你要为我们将大山挪开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当中这许多的困难险阻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，你都带领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为我们挪开，你为我们开路，让我们去经历那许许多多你的恩典，你的大能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在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将自己献上，将自己摆上，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3月21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8篇第1节到第11节。诗篇第58篇第1节到第11节。统治者啊，你们果真讲正义吗？你们以公平审判人民吗？不，你们一心只想作恶，在地上犯强暴的罪。作恶的人一出生便迷失了方向，他们一出母胎便撒谎，他们满身恶毒，像毒蛇一样，他们塞着耳朵，像聋了的眼镜蛇，听不见弄蛇者的笛声，也听不见魔术师的喃喃咒语。上帝啊，求你敲断他们口中的牙齿。上主啊，求你拔掉那些幼狮的大牙，愿他们像溪流干涸，像小径的草被踩碎。愿他们像蝸牛腐烂，像流产的胎儿不见天日。他们将在料想不到的那一刹那，像稗草一样被上帝的烈怒吹散。义人因见罪人受罚而欣喜，他们要从恶人的鞋盒中走过去。这样，人要说，义人果然得到善报，果然有一位上帝在审判世界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再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第58篇第1节到第11节。
平安。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恶者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祈求上帝为我们出手，甚至在当中也看到对着恶人的诅咒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所经历的上帝，所信的上帝，真的是公义的吗？上帝真的为我们出手吗？这边讲到说，统治者，你果真讲正义吗？你们以公平审判人民吗？这些当权者，这些当政者，真的在当中照顾着自己的人民吗？面对到这些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，真的是在为人民做事吗？所以当中也让我看到，在当中，在经文里面谈到这些，也想到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官员、这些民意代表，真的是在为民做事吗？还是只是在贪图自己的利益呢？去看到这些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，真的愿意站出来吗？还是因着自己的利益受损而讲了许多的话？所以在这里面，真的是让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该往哪里走，我们是要成为怎么样的人？而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有这么多事情在发生，然而我们真的愿意，真的好好的照着上帝的公义来行事吗？所以当中在挑战的是当时的统治者，或许也透过这当中在挑战的上帝，上帝啊，你真的有在为我们来出手吗？所以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上帝有为我们出手吗？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去想，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真实的来经历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？而这些统治者是不是要放下自己的利益，而真实的去看见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也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时候会看到那些执政掌权者，这边讲到说，你们一心只想作恶，在地上犯强暴的罪。所以我相信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些统治者、那些执政掌权者、那些当官的、那一些称为民意代表的，就像这边在说的，你们一心只想作恶，在地上犯强暴的罪。而在当中，也让我们去想，我们是不是跟着他们一起在做这样的事情？当我知道哪一些人是基督徒的时候，而他们一直在犯这样的事情，也让我想到之前他们的牧者是不是一直在为他们来作保，一直在举荐这些人，但是有没有去帮助这些人好好的照着该做的来做？所以在这当中也在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在为了这些来祷告。其实每次看到很多，不管是在公家单位或民营单位在做一些在做事的人，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。当看到这些人在做这些错误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像这边在讲的，一心只想作恶，在地上犯强暴的罪。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去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，甚至指出来？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些错误的事情指出来，在我们可以讲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讲。作恶的人一出生便迷失了方向，他们一出母胎便撒谎。所以在这里面会看到这些作恶的人，他们从小被灌输了，他们从小可能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们从小便迷失了方向，就没有在跟随上帝，一出生便远离了上帝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或许有些人就是如此，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，一出生就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走正的路，
所以，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帮助的人？在你孩子身上，你帮助他，让他走对的路，让他不是陷入在那些撒谎的环境里面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如此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陷入在那撒谎里面，而是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心意当中。所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走向对的道路，去说对的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其实让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一些。他们满身恶毒，像毒蛇一样；他们塞着耳朵，像聋了的眼镜蛇。所以当中盲目的寻找，盲目的走，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语，做了许多恶毒的事情，去欺负人，在谎言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人被操弄了，甚至在当中要操弄的时候也听不到，也在自己的想象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要怎么走。有些人已经像聋了，甚至是被操弄的，所以当中满身恶毒，像毒蛇一样。所以当中所说出来的、所做出来的事情是那恶毒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需要更迫切来寻求上帝，不是进入到这样的过程里面成为那恶毒的。有些人在教会里面跌倒，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好像在过程当中被教坏了，确实会长出这样的状况来，甚至生命里面越来越恶毒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许多状况，很多教会的状况也发生了这样子。为什么会争来争去、斗来斗去的？神在当中好像应该是一个信仰的带领者，却是带领人走向死亡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像毒蛇一样，像聋了的眼镜蛇一样，或许还有人可以影响你，但是有可能已经连弄蛇者的笛声、魔术师的咒语也都听不到了。而这样的人，求上帝敲断他们口中的牙齿，拔掉那些的大牙，不要让他们再受到这样的攻击，这样的人让他们没有能力。所以牙齿会咬人，甚至会让置人于死地。而在当中，也求上帝让那些人的牙，让那些人的武器被卸下来。所以当中也诅咒他们，愿他们像溪流干涸，没有水。没有水的溪流像溪流吗？像小径的草，大家一直走，每个人走过去就把它踩烂了。愿他们像蝸牛腐烂，像流产的胎儿出不来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这都是很强烈的惩罚，让生命都没了。而且在那想不到的一刹那当中，像败草一样被上帝的烈怒吹散了。所以看到这许多作恶的人，他也希望就像如此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或许我们可以想象，像这诗人在写的一样，他用了许多的比拟，在当中所讲到他们一出生便迷失了方向，没有人带领，也生活在谎言当中，满身的恶毒，像毒蛇一样，塞着耳朵，像聋了的眼镜蛇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也不想听见上帝的带领。在当中，上帝要带领他，也听不见；差遣的使者来，也听不见。而在当中，也求上帝让这些人，他们手中没有武器，他们没有能力再去处理这些人，甚至像那草一样被踩碎，像蝸牛腐烂，像胎儿不见天日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欣喜？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说不要幸灾乐祸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，他们持续在作恶，是不是这些人他们作恶我们可以开心？因为上帝是公义的。所以当中讲到义人因见罪人受罚而欣喜，他们要从恶人的血河中走过去。所以有这么多恶人，而在当中这么多罪人受惩罚，上帝是公义的。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一样，我们会遇到了许多的处境、许多的问题、许多的状况，我们也期望上帝出手，我们也期望上帝在当中惩罚他们，我们也期望上帝就在当中来掌权。这许多的事情，愿上帝掌权。我相信，当他写到这些的时候，势必遇到了许多事情、许多的难处、许多的问题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愿上帝亲自出手，愿公义者亲自出手。所以，让义人因着罪人受罚而欣喜，开心。这些人终于被惩罚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要报复，不是要怎样，但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。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希望上帝的大能就彰显在当中。那些错误的事情不要再有，那许多的事情不要再有。所以当中期望这许多事情，上帝的公义要被彰显。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也在讲到说，这样人要说，义人果然得到善报，果然有一位上帝在审判世界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觉得事情怎么这样发生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上帝不是公义的吗？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在发生？上帝不是公义的吗？为什么没有一个真正的审判来临到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回到上帝面前，不要成为那作恶者，不要成为那毒蛇，伸出舌头来，张开嘴就是要伤害人。不要像那狮子一样，牙齿需要被拔掉。不要像那些许多作恶的人，持续的在伤害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也愿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恶人，而是成为上帝所喜悦的，而是成为不是充耳不闻，而是上帝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悔改。也愿我们的生命满有上帝的恩典的同在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话。亲爱的主，愿我们生命跟你有那美好的关系，就像这诗人一样，能够来到你面前，真实的摆上自己的想法，将自己的难处，将自己的事情，真实的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也知道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的存在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需要
被调整的。或许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合主你的心意的，也愿你来赦免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来带领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祷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，也愿主你悦纳，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，每一次的祷告，每一次的读经，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进到我们生命里面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成为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有主你的同在，也愿主你的公义，愿主你真实的生命，真实的与我们同在。或许有这许多的审判，或许有这许多的话语，也真实成我们生命的粮食。主啊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